講嘅經濟祝福大家。嗱，我相信這個人類喺度，這個心中的最需要嘅，除了錢嚟講啊，這個需要嘅就係這個平安嘅平靜嘅心。但係呢，因為到這個按多家產如何，按多錢財如何，係心中你冇平安，這個都得唔到滿足。嗱，主講這個啲，喺呢個約翰福音14:27節咁講到，我嘅平安我留下俾你哋，我嘅平安留下俾你哋啊，都唔像嘅世界俾你嘅平安。嗱，上帝講，佢嘅平安都係真正嘅平安，從心度裏出嘅。每人係相信耶穌基督，你得到佢嘅平安，因為佢嘅平安留下俾自己嘅心中。嗱，佢嘅接下嚟講，你嘅心唔準。唔少，嗱係講自己要謙卑嘅心，係相信耶穌基督，自己得到嘅永遠真正嘅平安，喺佢心中行呢個社會，係要上帝嘅平安行呢個社會嚟講，自己心中呢得到滿足，唔係除咗加五嚿、兩五嚿，按多要五嚿，也就係世間呢啲係講冇上帝嘅平安，加五嚿、兩五嚿，自己世間呢喺度。嗱，所以自己要上帝嘅平安，自己嘅心地滿足，就得到滿足，主祝福大家，阿們。